當時嘅分封王希律聽聞耶穌嘅名聲，就對佢嘅臣僕話：呢個人一定係由死裏復活嘅施洗約翰，所以佢能夠行呢啲神蹟啊！原來冇幾耐之前，希律為咗佢兄弟腓力嘅妻子希羅底嘅緣故，拘捕咗約翰，將佢捆綁困喺監獄裏邊。因為約翰曾經警告過佢：你娶呢個女人係唔啱嘅。雖然希律想殺死佢，但係又怕激嬲群眾，因為啲人都相信約翰係先知。喺慶祝希律王壽辰嘅宴會上邊，希羅底嘅女喺眾人面前跳舞助興，希律感到非常之高興，佢就發誓話啦，無論佢要乜嘢都會俾佢。佢受咗媽媽嘅指使，就對希律講：請將施洗約翰嘅頭放喺盤裏邊送俾我。希律真係進退兩難啊！但係既然喺眾賓客面前起咗誓，就只好吩咐照辦啦。佢命令侍從去監裏邊斬咗約翰嘅頭，放喺盤裏邊送俾希羅底嘅女。個女就攞去送俾佢嘅媽媽。約翰嘅門徒將屍體領翻嚟安葬之後，就去話俾耶穌知啦。耶穌聽見呢個消息，就獨自坐船退到一處僻靜嘅地方。但係啲百姓知道咗，又成群結隊咁由唔同嘅城鎮走嚟跟從佢。耶穌一上岸，睇見咁大班人等住佢，就同情佢哋，醫好咗佢哋中間嘅病人。黃昏時分，門徒過嚟對耶穌話：時間已經唔早啦，呢個荒野又冇嘢賣，請打發佢哋翻去村莊自己買啲嘢食啦。耶穌對佢哋話：佢哋唔使走，你哋俾佢哋食啦。門徒話：我哋呢一度除咗5個餅同2條魚之外，乜都冇噶咯噃。耶穌就話：攞嚟俾我啦。然後佢叫眾人